星期一開咪，陪你返工放工。歡迎大家收聽星期一開咪。咁啊，我係阿 Mike 啦，咁或者你可以叫我做 Michael 嘅。咁咧，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題目咧，就叫做味道啊。味道。嗱，唔知咧大家覺得人嘅味覺咧有幾多種咧？咁啊，考下你哋先。咁一定係有甜啦、酸啦、苦、鹹、辣啊。好多人都話辣喎，其實辣就唔係嘅。咁啊，辣咧係一種感覺嚟嘅啫，咁所以咧佢唔當係一個味覺嘅裏邊。不過咧就仲有一種味道咧叫鮮味啊，叫 umami。咁啊，好啦，當然啦，能夠有唔能夠我哋可以有唔同嘅味道咧，味覺係幾好嘅。如果只係得一種味道咧，我諗咧我哋即係食之無味啊。做人都好似冇乜意義嘅。咁啊，人生咧就好似咧另外一種咧，我就叫做七味粉。多咗好多嘢喎。咁啊，七味粉大家都可能聽過啊。咁其實係日本嘅七味唐辛子啦。咁係一種七種混合嘅辣椒粉咯。咁啊，佢亦都有個意思喺度嘅。呢個七味粉咧，比喻在人生中咧就有酸甜苦辣鹹，同埋其他啲複雜嘅情感啊。嗱，好多時候咧，我哋工作都好似一樣咁，即係如果工作耐咗啦，喺一份工裏邊啦，或者同一種行業啊性質咧，去到某個歲數咧，我哋都開始好容易會懷疑人生咯。咁啊，懷疑人生嘅時候咧，就又覺得乏味啦，甚至將近退休咧，有一種好強烈嘅感覺啊，即係喺度諗緊自己係咪冇其他嘅用途咧？如果我淨係得識一種嘅能力嘅話，當然啦，我就唔會話係叫你即係好似天馬行空唔落地嘅嘢啦。其實實在咧係要探索下自己嘅一啲嘅優點同埋興趣。不過唔知你有冇時間去探索？其實好鼓勵大家咧多啲去諗下，喺人生30歲嘅時候咧就開始要諗一諗嘅。或者最遲40歲你就要諗。不過可能你而家話俾我聽，你已經係超過40歲、50歲、60歲，不過都唔緊要。我覺得最緊要咧就係你仍然嘅心態咧，係咪一種保持住年輕啦，保持住一種積極嘅心態咧？呢個先至係最緊要。如果能夠有多啲嘅即係嘅諗法啦，如果你能夠可以知道自己係想點樣做，想係人生過得更加精彩吓。尤其我哋而家咧成日都講緊咧100歲年代啊，即係100嗰個100啦。咁100歲年代咧，講真，你60歲，我當你65歲就退休啦。其實你仲有好多時間。咁呢時間做啲乜嘢咧？旅行都唔係年年都去噶，俾你去多幾年你都會好悶噶。咁所以咧，如果能夠早啲喺你嘅職場現時嘅職場裏邊啦，去亦都用得啲時間去揾你自己一啲嘅興趣咧，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反而嚟得更加實在。咁有咗興趣咁點啊？其實就要實踐咯，你就要去揾一啲機會咧，去俾你自己一啲平台去學啦，去練習啦，以至咧甚至有機會咧去貢獻。咁你話邊有時間呢？嗱，其實我成日都話時間咧係自己創造嘅，邊度係冇時間啦？好多人都即係好公平嘅，係咪？即係每個人都係得24小時啦。點解有啲人可以做到咁多嘢，而有啲人真係成日都話冇時間呢？其實可能或者靜落嚟諗一諗，有時咧我哋都會鼓勵啲人㗎，即係一個星期你 mark 低你過一個星期做咗啲乜嘢咧？你如果持續咁做3個月睇下，你會唔會有啲時間原來不斷係重複咗有一啲嘅活動咧？其實嗰啲活動係冇乜意義嘅，可能都係消磨時間啦 ，kill time 啊。咁但係如果你能夠用到嗰啲時間咧，可能就唔同啲啦。咁啊，或者咧可以就運用嗰啲時間去學一啲嘢啦，做一啲嘢啦。咁而呢啲嘢咧係原來係你自己一啲嘅，無論你嘅價值觀啦，或者你自己一啲嘅能力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咁啊，我就諗起咧，大家都應該咁講吓，都中意食嘢嗬。如果你中意食嘢咧，當然啦，美味嘅食物擺喺你面前，梗係好開心啦。有機會食啊！如果食到米芝蓮餐廳嗰啲更加添啦，即係如果人哋請你嘅話，更加好啊！米芝蓮3星大廚有一位咧，就叫做 Heston Blumenthal 啊。佢就被稱為咧，即係當然啦，係好出名嘅廚師啦。亦都有人會形容佢咧係一位哲學家。佢嘅餐廳咧，亦都獲過世界最佳50名啦，即係 Best Restaurant 啦嘅終身成就獎，甚至乎咧佢係電視明星大廚。不過咧，佢就反而不以為傲啊！佢認為呢啲都係人哋俾佢嘅啫，但係佢咧似乎係忠於佢自己。佢有一啲好同其他人好唔同嘅思維或者想法，就正正因為咁咧，佢嘅思維真係比較前衛，所以能夠喺佢嘅廚藝啦、菜式嘅創作上咧，係真係能夠脫穎而出，或者係好獨特。嗱，其中佢一道嘅經典菜咧，就名為 Song of the Sea。咁呢道菜咧，喺上菜俾個客嘅時候咧，佢都會附上一個叫 iPod 同埋個耳機俾個客嘅，咁帶住嚟食嘅。咁喺個過程裏邊咧，佢會聽到咧一啲嘅海浪聲音啦、大自然嘅聲音啦咁樣嘅。咁因為咧都研究過咧，即係佢係唔係隨便諗嘅，因為佢都揾咗一位大學嘅一啲嘅教授啦，即係做一啲嘅研究。咁原來咧喺呢一啲嘅一路食嘢一路聽住一啲大自然嘅聲音咧，其實係一種俾你感受到同大自然之間嘅關係嘅，亦都讓你覺得飲食食嘢開始你會有一種嘅叫做感恩，一種覺得你係同緊呢個世界連結啊，就唔再係咧我哋將食物變成啲乜嘢咧，就可能成為就係冇啊唔知啊，總之有啲嘢落肚咯，或者係為咗錢，即係有獎賞嘅情況下啦做得好辛苦啊，做咗好多嘢啊，或者咧係時間要食飯啊，咁總言之就放啲嘢落肚，但係你冇想象或者冇將佢連結到咧，其實食物同我哋嘅人或者係一啲嘅精神咧係有關係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喺呢一度裏邊咧，即係Heston 啦，佢更加咧就將食物啦，比喻真係人生嘅食物裏邊嘅唔同嘅味道，亦都係讓我哋去感受到嗰種精彩。因為唔同嘅味道，先至俾我哋感受到咩叫做真。如果只係得單一味道，或者淨係嗰種你最中意嘅味道，而你冇去嘗試去 taste 即係感受下其他嘅味道咧，其實真係未必真真正正明白味道係乜嘢，或者亦都唔明白作為人嘅人生應該有幾精彩。因為唔同嘅味道，你先會產生咗一種感恩，產生咗一種你喺嗰個嘅生命上邊咧有做更多嘅豐富啊。咁嗱，所以今日咧最重要係乜嘢咧？最重要都係想帶出一樣嘢，唔怕挑戰咯，去嘗試去揾一啲你從未試過嘅，去挑戰自己，或者重新開始去諗一諗，有啲乜嘢你嘅興趣原來你擺低咗，收藏咗。呢個唔係你刻意嘅，可能係因為你嘅工作，可能現實環境令到你將呢啲嘢收埋。不妨諗一諗，可能有一啲嘅你遺忘嘅嘢，原來係可以攞翻出嚟。原來你有好多時間，不過你嘅時間你擺咗喺其他一啲可能係消耗你或者係冇乜意義產生嘅嘢嘅地方，咁倒不如重新再檢視，重新再去做，將你嘅時間安排下，可能你會有所新嘅發現啦。好啦，今日咧嘅分享到呢度咯，下次再同你傾啊。